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2分钟，我们礼拜就要开始，请大家预备心，也记得把手机关成震动或关为飞行模式，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非常非常的高兴，在主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名，可以相聚在这里。这里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家，是一个平安的家，也是一个得富足，是一个得喜乐的家。阿们吗？阿们。在你的心中来到这里，有没有充满了喜乐？哈利路亚！如果你现在还有一些的家里面的杂事啦，你所担心的是，牧师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宣告：当你向圣灵敞开的时候，圣灵就进到里面，要带下完全的医治，并且叫你的灵人完全的刚强起来。阿们吗？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集，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们一起说来。圣灵降临节是当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知道吗？是的，耶稣基督呢，他钉了十字架，他才圣灵来到这我们当中，教会就在这地上被建立起来。所以现在呢，是圣灵运行的世代。阿们。所以我们可以多方的祈求圣灵的同在，我们也奉基督的名来宣告，基督透过圣灵整个的运行，在全球，在台湾来做美善的工作。阿们。阿们。牧师邀请我们从座位上起立。哈利路亚！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要来邀请圣灵完全的浇灌在你的里面，好叫我们成为一个赞美的勇士。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你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在这里要成为圣洁之地，在这里要成为荣耀之地。圣灵，谢谢你，因为你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我们谢谢，我们欢迎圣灵来造访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在敬拜中，我们要领受到圣灵你多方充充足足运行的在我们每一个内里。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同心的来学习耶稣祷告的样式。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赞美神。你来跟旁边的人来跟他说，赞美神是我们的权柄，赞美神是我们的权柄。最好的时刻就在这一刻，跟他说，最好的时刻就在这一刻。我们先用掌声欢迎圣灵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热情的用歌声跟舞蹈来赞美我们的神。
谢主，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吗？阿门。主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阿门。野菜中的星星可以将那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再次，谢这种信心。野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愁，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典，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愁，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典。再次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愁，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愁，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一起来宣告，都是 Amen，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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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门。这个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用谦卑来欢迎圣灵。大家一起高举双手来欢迎他。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
是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生命既明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能认识你，更深地经历。生命既明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是的，神是荣耀的。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敬拜他。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圣洁归于主，也有归于我们。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弟兄姐妹，也许在我们这个礼拜当中，我们有遇到难处，有遇到伤心的事，可能也遇到压力的事。但是透过我们的敬拜，在这个时候，就是神对你说话，说：“孩子，我宝贝的孩子，所有的低谷难处，都因着基督十字架的爱都挪开了。如今我们所得着的，就是全然的平安。阿们。在神所赐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给的。阿们。弟兄姐妹，接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充满你，并且你要把它分赐出去，分享出去，愿意吗？阿们。今天是花莲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我们要来为玉山神学院来祷告，求主他将他的大能浇灌在院长、老师、学生的身上。神学院的学生培养出来，将来就是要进到教会去，成为传道人，来牧养神的羊群。所以这些的装备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来为玉山神学院来求神施恩在他们当中，求神来带领，让这学校所有的一切都有神的作为在这里边。无论是他们经济的缺乏，人的需要，我们都求神亲自在他们当中来带领他们，神必赐下那极大的丰盛，圣灵的作为在这当中。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为玉山神学院来祷告。主啊，是的，这是
520明天是什么样的日子？总统的就职。我们所在的每一个百姓都有责任、有义务，不论是哪一个总统的就任，我们都要为他祷告，因为这是神所赐给基督徒的祷告的一个祝福的管道权柄。阿们。阿们。我们要为台湾祷告，我们要为明天的就职祷告，特别求神给接下来要接位的赖清德总统，能够让他充满从神来的怜悯智慧。阿们吗？阿们。让他不是用人的意识来治理我们台湾，而是让他能够领受从神来给他的感动。当圣灵进来的时候，所有的难处都会挪开。我们真是求神来帮助，让赖清德总统还有他的团队都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阿们吗？阿们。明天的就职典礼，一切都能够来顺利平安，并且是荣耀神的。为了台湾，接下来祷告，好吗？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我们两个人来 RPG 的祷告。带球的时候，把台湾交给神。你的祷告带下能力，你的祷告要将基督的光带到我们的台湾这个国家当中。好，我们来两个人，我们来 RPG 来，会的来带不会的。好，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了啦，哈利路亚，谢了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奉你的名来宣告，台湾是圣灵的岛屿，台湾是宣教的，台湾是一个义人的岛屿。主啊，我们得罪神了，主，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挪开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真是说，耶和华你是台湾的神，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单单渴慕你，我们单单寻求你。主，你的荣耀在这当中来彰显。哈利路亚。我们的手，欢迎圣灵。
圣洁，圣洁，圣是的，圣洁的灵进来，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是的，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荣耀归我主，更高的敬拜。主圣洁，圣洁，是的，主你的圣洁，你是圣洁，你是真理，你是怜悯，你是恩宠的。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们弟兄姐妹，你自己来唱，哈利路亚。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若不是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无法得着安慰。因着你圣灵在这当中，我们就强壮起来，我们就苏醒起来。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祷告奉主的名，大家一起说阿们，阿们。我们把掌声，谢谢圣灵的同在运行，哈利路亚。你看一下旁边的人，他的脸上充满荣光，你跟他说，你的脸上充满荣光。脸上充满荣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也尊荣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来跟他说，请坐。好，我们现在来攻读圣经。今天这个圣经经节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第3章12到17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除此以外，还要穿上爱心，因为爱是贯通全德的。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你们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现在来邀请罗兰教会的牧师伍鹏达牧师来为我们分享讲道。他要讲的信息是全备的爱心。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牧师平安。那个为什么要特别尊称牧师呢？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概12年前了哈。那时候我在台湾神学院读道硕1年级，那牧师是教我们敬拜团的课程。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教会参观呢，有一站是来到这边。可是我刚刚跟健生执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边是后来买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场地应该是在4楼，哦，4楼对不对？这边也有，哦，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来教会参观过了，然后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人吧，对，所以感谢主的保守跟带领，让永光教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哈。那我们也谢谢永光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哈。因为我在前来要请安的时候啊，那个安排请安的那一位同工，他就跟我讲说，永光教会过去非常有爱心的来帮助玉山神学院哦，所以也谢谢大家对玉山神学院的支持跟奉献，还有代祷，所以也盼望各位继续的来支持哦。那各位看我的长相，会觉得我是原住民吗？应该不是啦哈，所以牧师刚刚在第一堂的台语讲道的时候，就问我说：“哎，你可以讲国语啊？为什么可以讲国语？因为他看我不是是原住民的样子哦。其实我不是啊，因为戴口罩，然后又穿原住民背心，人家就说哦这个是原住民。可是我台语真的不是很好。为什么我的台语不是很好？因为我1年只讲1次台语。为什么？出来请安报告的时候，因为我平常是在泰雅族的教会里面牧会，那我是跟着我太太结婚之后才受洗，所以我受洗的教会也是在原住民的教会，所以我从来没有在台语教会长大过，所以我教会的台语统统不会，哦。那我刚刚讲为什么我1年只讲1次，因为玉山神学院派我出来请安的时候，我才有机会讲台语，其他的时候嘞都是国语。然后偶尔嘞，因为现在有一些泰雅族的教会我要去服侍嘛，所以我偶尔要讲泰雅语。但是因为我泰雅语其实字都不太懂，所以我只能靠什么？靠那个圣经网站，然后去翻成什么？国语翻成泰雅语，这样去读给大家听。不过我的牧师资格考试是泰雅语哦，很感谢主啦。泰雅族是很有爱心的，所以我的泰雅语有考过，然后我也顺利的封牧师啊。那其实我在1994年的时候啊，距今几年了？30年。哦，在1994年的时候，我有机会跟着一个团体呢，到了这个地方叫做镇西堡教会哈。刚刚那个图很漂亮哦，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名字叫锦斯布教盖，意思说太阳光第一个照射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就被部落的那个应该是部落的泰雅族文化，然后它的景色，还有它的基督教信仰所吸引。因为它的教会它的教会旁边都是那个大理石贴上去的，所以我就被这样的文化所吸引。可是当我在部落一直跟人家互动的时候，我来到平地呢，就是到我的生活圈里面的时候，有人就会问说：“哎，你在山上有喜欢的女孩子吗？不然你怎么一直跑山上去？然后认识的原住民越来越多，然后汉人的朋友越来越少，因为都很多时间常常跑山上。我以前最少1个月会上去1次，可是我那时候一进去的那个客厅的摆设，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从乡下地方上来的哈？我们早期的台湾社会那个农村啊，大概70年代的时候，客厅都是什么椅子？大理石桌椅，对不对？然后那个客厅的最前面一定摆什么？
摆一台电视机。然后我第一次踏入原住民部落的第一个朋友的家里面，他的客厅就是这样的摆设。而且那时候是几年？我刚刚讲的1994年，民国83年的时候。所以我一进去啊，怎么跟我家一样？我也有那种什么回家的感觉。所以我一直把那个当成我的第二个家。第二个家，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难过的事情，我除了回自己家乡之外，我就是去那个地方，我就是回到那个地方。可是，就算是它是感觉上家，可是是真正的家吗？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在山上是要接触，他们都是接触教会，所以我在山上是跟着我的那些朋友们一起在教会礼拜。可是我回到家乡嘞，我家乡是云林。各位知道云林最有名的是什么？北港妈祖庙，对不对？土库也有个妈祖庙，300多年的历史。土库妈祖庙现在正在重盖中啊，所以我的家乡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呢，我国中开始对一些事物开始有印象的时候，就是我开始会思考跟反省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是在我国中的时候。为什么国中的时候？各位思考一下，在1986年的时候，1986年前，有人还没出生。应该是说差不多1983年到1985年左右那个时段了。你知道台湾社会流行赌博什么？大家乐。那时候大家乐正在盛行。所以呢，我的同学我那时候国2，我的同学他就是乩童，在学校 K 档啊。然后我爸爸他是那个种扶乩的，就是有那个小的椅子嘛，然后旁边有扶的，然后在那个香灰上面写字的那个扶乩的。然后呢，很多人去找那个什么大树公啦、石头公啦。还有义民庙啦，去找那个什么名牌，还有很多去找什么，还有一些去那个蒙阿波。真的那时候有，我住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我们家离那个蒙阿波直线距离不到100公尺。有时候就会看到晚上那边有亮灯，不是那个什么鬼火不是。为什么会有灯？有人去那边找名牌，就去拜拜嘛。然后那个香怎么跑？去找名牌。所以我的成长背景就是这样。所以我对这一些东西怎么样？很好奇，很好奇，真的是很好奇宝宝一个就对了。可是我在这样子信仰两边的信仰这样打架的过程里面，人会不会发疯？有时候真的会搞不清楚自己在哪一个地方。所以那个过程里面真的是找寻信仰的年代，找寻信仰的年代。然后呢，我就一直以为说，人可以靠着自己走出那一条信仰的道路。可是后来发现，没办法，没办法，因为你跟这边的人互动，你要讲信仰的话，可是跟这边的人讲，你要讲拜拜的话。特别是有时候我又可能会带着家乡的观念去跟做礼拜的人互动，所以有时候会有那种信仰观的差异。可是呢，再后来我却发现，基督是一切，基督贯彻一切，所有的问题，其实我是在教会里面找到答案的。特别是我跳开话题一下，特别是当我在2012年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2012年的过年，农历过年的时候，我的阿嬷过世，然后一直到我10月份读书的时候，我应该是9月多去读书，对不对？但是10月份的时候，我爸爸也心肌梗塞就走了。所以那个过程里面，我开始在思考，到底什么东西才是可以真正安慰失丧的人？因为你的亲人过世嘛，就是一种心灵上的失丧。到底什么可以安慰？我在我的家就是做那种
传统的那种诵经仪式，诵到后面我都这样子一直打瞌睡。可是，在部落里面所办的礼拜，就是安慰礼拜跟告别礼拜，甚至我那时候因为懂教会会计账，所以我被选为教会的执事。虽然我是一个师长的角色哦，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也主理了一次安慰礼拜。反而在那个主理的过程里面，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诗歌去安慰人，我反而觉得那个才是真实的。所以那个过程里面，我的心被感动了哈。好，那为什么我会开始有一个1994的部落之旅？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大2的学生，我去参加反高学费，参加反高学费，然后就接触了那个学运，就是反抗学校的社团啊，叫做学运啊。那因为学运呢，而接触了台文社。各位或许不知道台文社是什么东西，但是在那个年代台文社开始在盛行，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推崇台语文字化跟台湾文化的一个社团，而且那个社团不是只有社会上青年有，甚至它延伸到什么，大学、高中。所以我最近认识那个淡江中学的校牧，不是那个熊牧师哦，是另外一个林明哲传道师。原来他以前就是台文社的，他是清大台文社的。我们后来聊天才知道，原来我们过去曾经有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样。那我今年是因为去山上30年了嘛，所以我在7月14号就要回去分享，有点像感恩之旅啦。那回去分享，那个明哲传道就说他可不可以跟着一起去？我说很欢迎。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台文社的关系。那为什么台文社要到原住民部落？因为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越来越无力，没有方向，找不到努力的方向，越来越无感，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去看看原住民部落的语言文化流失的问题，来探讨说，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推动台语文字化跟台湾文化的东西。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反而是因为接触了部落而深入到部落，我反而对台文没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的信仰还是两边的，所以我才会写基督不是我生命的救主。基督，那为什么那个不要挂号起来？因为我发现在后来走到这个年纪了哈，才发现原来其实早在那个年代里面，基督就是我生命的救主。所以呢，在我们信仰的抉择里面呢，我不晓得各位是怎么抉择你们的信仰哦。可能有的人是被参加幸福小组之后进来的，那可能有人是在觉得这个小组长非常的尽责，所以他进来了教会。可是其实我们最后发现，我们爱的来源从自哪里？上帝。所以在经文当中讲一句话说：上帝爱你们，拣选你们做他的子民。所以其实我们可能领受了2位牧师的爱，或者长老执事的爱，或者你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爱，那个都不是最真实的爱。我没有讲说它不是真实的爱，意思说它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爱要从哪里来？领受上帝的爱。可是当你领受了之后，比如说倒一杯水，倒满了之后要怎么样？要喝掉啊！你不管是自己喝或给别人喝。所以各位知道我的教会叫做罗兰教会，我跟我太太现在牧养的教会叫做罗兰教会。那它的泰雅语名字叫 Meswun， Meswun。那长老的衣服上面刚好有，待会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Meswun 的意思就是什么？满意。因为我们那个村落叫做科林村，它有地下涌泉，而我们教会在那边刚好利用那个涌泉的意义来展现出上帝满意的爱。所以我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才发现说，原来我早在我没有决定接受基督为我生命救主的年代当中，上帝的爱就与我同在。不然一个人都不认识部落的人，
怎么可能会这样一直跑去，又没有女朋友在那边，然后就这样跑了12年。人生有多少个12年可以浪费？人生有多少个30年可以浪费？没有。可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去？因为领受什么？上帝的爱，领受上帝的爱。所以呢，在1994年7月开始，一直到2006年3月25。为什么我会讲3月25？刚刚在台语堂没有讲这个所以国语堂才有。为什么我在2006年3月25是一个信仰转变最大的时机？就是因为那个时间我结婚了。2006年的3月25，你看我就这样跑了将近12年的时间，里面都没有部落的女朋友。结果一结婚，找的是谁？教会的传道士，然后又是一个原住民，所以人家都跟我的那时候认识的一些朋友啊，他们都跟我讲什么？你很大胆为什么很大胆？你也不是基督徒，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不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是原住民可是我娶了一个在原住民教会牧会的一个传道士，因为我太太是2005年7月毕业的，结果呢3月25就跟我结婚了。然后教会的长老还说，还特别开小会教会的长老还特别开小会，然后邀请我列席我那时候还没结婚还没到3月25，就长老就开小会。那时候小会长没有在了，可是他找那个传道师、牧师传道师开会，开什么会？他说你到底结婚之后要去哪里？你会不会把我们丢掉？一说牧师传道师结婚之后会不会离开教会的服事，然后就跟着我跑了？所以长老很担心所以特别邀请我，然后列席，然后去然后呢讲到后面他问到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举手，长老我可不可以讲话？然后我就说，我跟传道师结婚，我会在教会服事，所以教会是多一个师长，不是没有传道师，所以我是跟小会这样讲，所以他们才放下心说，你们可以结婚了。不是父母同意不是父母同意，是小会要先同意，所以是3月25号之前，那个长老就开小会决定这一件事情可是你知道我跟我太太认识什么时候吗？上面那个日期，给我吓到了2006年1月7号。你们都会吓一跳嘛，对不对？但是我待会讲一下，闪婚闪婚你看青少年都会觉得哇，我也要学一下，没有，其实要看那个什么价值观。闪不闪婚的条件不是说你们两个认识多久，这个就是条件，不是，要看你们两个的价值观或者信仰观有没有办法彼此搭配。这个才是重点，认识多久不是重点。那为什么在2006年1月7号呢？我参加了一个牧师在雪山教会，那个是台中市和平区跟苗栗县泰安乡的交界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叫做雪山教会。然后呢，我去参加牧师的就任，结果牧师的就任里面呢，我就认识2对牧师夫妻就同时介绍我跟我太太认识，我跟我太太认识。然后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快呢？其实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那时候我太太已经30出了然后呢，她其实在20出就已经得乳癌了。我太太，可是她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但是他不是因为乳癌的关系而生命有危险，他是因为打乳癌的化疗的药物伤害到心脏，所以他心脏是一直很危险的状态，包括在前几年也去开了
2尖瓣膜脱垂的手术哦，整个这样子开刀开了27公分，结果那个什么，有一种那个就是让你的皮肤可以紧缩的那种胶带啊，美容胶最长25公分，所以还不够贴，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其实刚开始算是认识跟互动的过程，还没有到交往的地步。那为什么我太太会很放心的跟我交往呢？因为有一次我跟她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那泰雅族的在一起很含蓄哦，很含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男女朋友这样交往这样子？哦，泰雅族的讲话不能太粗鲁哦，也不能太白，人家会说你怎么讲话这么白这样。所以那个过程里面，他就有一天我跟他讲那一句话嘛，那是晚上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先回去，我再打电话跟你说我的考虑是什么。没有当场给答案哦，没有当场说接受或拒绝，没有，他就说你先回去。可是我这个人就这样啊，得不到答案总是怎么样，很想知道答案。所以我那时候我的工作的地点在桃园大溪，那我太太服侍的教会是在苗栗县泰安乡的后山。然后呢，常常那个关西休息站是我休息的地方，所以我就开车开到关西休息站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说，你一定要跟我讲到底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接受？啊，也没有说为什么不接受，都没有原因，然后也没有讲接受或拒绝，都没有。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一句话，通常听到这一句话怎么样？心都，你到底要讲什么话？哦，真的很痛苦的那个。然后他就说，我身上有癌症。他那时候才跟我讲他身上有癌症，对。可是我就跟他讲，我讲一句话什么话？不要了，不是。我跟他讲说，癌症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是你这个人的一部分。我既然喜欢你这个人，所以这个东西我也要接受，就是癌症我也要接受。你会觉得，哎，牧师怎么这么浪漫吗？可是那是我心里真实的话，我心里真实的话，因为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牧师呢，跟他的老婆是在安宁病房结婚礼拜的，而且那个也是我认识的牧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不管他身体怎么样，你喜欢了，你就要接受他身体全部。这个就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所以那时候我的太太就听到这一句话，那时候已经半夜12点了哦，她马上打电话给她的妈妈，说她接受了。然后她的妈妈说，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婚姻就很快就跑到终点了，结婚。因为我们本来预计是3月要订婚，那个时间是要订婚，然后等到暑假的时间再结婚。结果他的妈妈说，哦，因为我太太是宜兰的南澳乡的人，然后他的岳母就跟他讲，哇，那个云林哦，到宜兰好远哦。一说好远啊，因为我开车要开以前还没有雪隧哦，要开6个小时，6个小时，从云林我家开北横哦，然后刷这样开过去，然后再上苏花才会到他们家。我就这样去了，然后他的妈妈不是他的岳母啦，他的妈妈就说，因为那么远，所以干脆订婚结婚一起了好了。所以我是在3月25号在他们的教会闭后教会完成结婚礼拜。可是你知道原住民有一个杀猪的仪式啊，那个是原住民的订婚哦。你总不可能3月25号一边结婚，然后又一边杀猪嘛？因为你要在教会感恩礼拜啊，那你不可能又去杀猪啊。所以各位知道杀猪是什么时间吗？3月18，就是前面一个礼拜六。
就3月25是礼拜六，前面1个礼拜杀猪，结果呢，男女主角不在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请假请到那个时间啊，我们是从3月20号前几天开始请啊，没有请到1个礼拜前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那时候3月18号杀猪，奇怪，到底那个亚妈是谁？就是那个女婿，泰雅族亚妈叫女婿嘛哈。人家那个亲戚朋友都在问，那个亚妈到底长什么样啊？都不知道，因为都没有人看过。我们是这样结婚的，结果那个时候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去跟那个介绍我们认识的牧师讲，结果他说，本来要帮你们踩刹车的，结果没想到你们已经要结婚了。因为那个牧师也知道我太太的生病的事情，他以为我不知道，所以他要帮我们踩刹车，因为他觉得你们2个好像有在交往哦，是不是要踩刹车一下？结果那个牧师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知道啊。然后为什么要我那时候结婚了哦，我是过了1年之后才受洗，因为我的牧师很坚持，就是要帮我踩刹车的那个牧师。他那时候在雪山教会牧会，他跟我讲说你一定要1年的慕道时间，就是跟一般的基督徒一样，只是还没有受洗啊。1年的慕道时间观察，然后还要既要真理问答，你才能受洗。所以我的受洗是1年的时间。然后那个我太太要跟我结婚的时候，她很担心呢，牧师，万一她结婚不受洗，我怎么办？人家会说，哎，这个传道人的老公没有受洗。然后那个牧师因为认识我很久了，他是也是快30年到现在，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也是12年，所以我12年之后才认识我太太。所以那个过程里面，那个牧师就说：“你放心，他既然选择要受洗，这个就是他的决定。他不会因为跟你结婚之后，他不会因为这个要跟你结婚，所以他骗你说他要受洗，他不会，他就决定。所以我那时候可以勇敢的回应说什么：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讲那么多呢？其实要讲这个重点在这边。”就是你可能表现在外面有很多个特质，你表现出来给别人看，别人都说哦，你很怜悯，你很恩慈，你很谦虚，你很温柔，你很忍耐。可是其实这些背后的特质的背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基督的爱。如果你没有先领受基督的爱，你怎么会去说你能够爱别人？然后去表现出刚刚讲的那一些特质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虽然说我还没有其实我就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在追求信仰，就是我开始看到没有看到了，就是经历那一些乩童那一些，然后拜拜的仪式等等，我就开始在思考信仰。而且我中间跑了很多个地方哦，不是只有拜拜而已哦，我还曾经接触佛教，接触一贯道，然后后来才接触到基督教，所以我最后选择的是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是真正的去领受基督的爱。所以呢，你所有表现在外面的特质，你要把它串联在一起，你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好了，你不能说啊，我很怜悯你，可是我没有温柔。这样你怜悯到一半的时候会怎么样？爱不下去的时候会这样子，会变成很冲动了。所以这边的整个特质，你要最后要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边有讲哦，爱心像一根绳子串联各种美德，所以这个才是真实的爱，真实的美德。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世上的爱都会变成什么？我要努力的爱。找各种方法的爱他，或者当我爱不出来，我还说，我很爱你。这个时候人家就会知道，这个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像手机一样哦，当我们给爱给不出去的时候，这个就是表示你可能在爱的红线区了。
红线区什么？没电啊，没有电了，没有爱了，怎么办？要找上帝去充那个爱。你要先领受上帝的爱，你才有上帝的爱去爱别人，不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爱，那个不是真实的。那个不是真实的。可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看时间压力很大。可是我还没讲完，因为刚刚讲见证讲太久了好了，那我讲最后了，就是说，我是在罗兰教会，离罗东夜市大概10到15分钟的车程，所以你们如果你们的青少年如果去宜兰旅游，然后也不想花那么多住宿费，我们教会有住的地方，牧师也这个是重点啦这个是因为什么？我们教会在15年的时间，终于还完贷款900万，很不容易然后今年要办复会25周年感恩礼拜，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是领受自上帝的恩典，让各教会愿意奉献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愿意开放我们教会给众人去使用。所以也盼望说，你们如果有来的话，可以来。还有呢，牧师还有在做一些斜杠人生，所以如果你们想吃 Q 美的也可以来找我。那如果有兴趣学的，也可以来找我。那其实我刚刚要讲，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一些事情，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幸福小组带人去旅游，对不对？你重点你要讲后面，你要奉主名去做，而且要荣耀上帝的名。所以牧师做这个 Q 美不是说做来卖的，而是说大家吃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健康的。可是你要把它延伸到什么？信仰的意义。你不要只是为了做这个吃这个而做，你要把它赋予信仰的意义。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掉梅子里面的苦涩，意思说我们要除去自己的老我，然后你要穿上新衣，你要把上帝给你的特质、在美德再加进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熟成了。熟成不是说可以吃了而是什么？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也盼望我们永光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能够在牧师还有各同工的带领之下，能够真的散发出馨香之气。也盼望说还可以播放影片吗？可以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那个玉山神学院的请安的影片谢谢。玉山神学院是在1946年所设立的。这个在太平洋跟亚洲区来说，它是相当有建设性或者说很有见证的一个神学院。之所以会设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要关心原住民，所以我们主要的还是要培育原住民的传道人。那毕业的校友们都是进入到自己部落里的教会来服务族人的。来这里的原住民的学生一定要学会母语，所以毕业的学生几乎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母语呢去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全村大概100户左右，可是就一间教会。我们有一些志工老师，他们可以协助孩子把功课都做完，他们回去只要冲个澡睡觉。所以我们的教会其实就是我们部落的生活中心。玉山神学院让我知道，我的母语才是上帝给我的，那个是我的资产。为什么好像是部落的这个文化还有语言，都要从教会开始出发？是因为基于信仰。玉神有好多的原住民在那个地方一同学习，不论是从他们的教育，从他们的神学的解读，然后再回来，我再把老师的解读，再跟我们教会去分享的时候，豁然开朗。在文化方面我们还可以，但是在神学信仰方面，可能我们比较欠缺。所以在25年前到现在，除了疫情暂停之外，我们每一年都会开办原住民文化人才培育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包括文化的技能，还有我们的歌谣，还有我们的舞蹈，跟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的生命的礼俗。我们在文化传承的工作是做得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到位。我们看圣经很多，坦白讲都不懂
很深奥，你要去挖掘的就必须去上课，有不同的牧师教导，越挖越有兴趣，去挖圣经里面的那些奥秘的地方。我会去找很多的耆老，把快流失的文化传统找回来。因为有身份不认同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让他们重新看见文化的美，然后让他们更深的认识文化，然后在都市里面找到归属感。真的很谢谢玉神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做长子同工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跟装备。我们的整个经费的来源几乎都是从外面的这个奉献来的，所以我真是有一些这样的期许，就是说，如果能够有爱心人士可以来协助我们啊。我们保留了那个母语之后呢，我觉得还不够。现在部落里面最大的危机就是下一代的耆老到底在哪里？他可以继续的去讲我们部落的故事，我们部落的文化传统，跟部落的箴言跟智慧等等。那这样的那个耆老呢，我们可以训练出这样的一个耆老。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再次的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爱恩典满满的浇灌在永光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身上，因为他们过去曾经那么努力的来服侍你，也愿意分享他们的爱给有需要的，不管是玉山神学院还是其他的教会，也愿你纪念他们这样的付出，也让你的爱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更能够勇敢的为你做见证。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愿圣灵引导我们，在敬拜当中更多经历他，就是他丰沛的爱浇灌我们，也让我们更明白，我们靠他而活，也靠他活出更美的见证来。蔚蓝领导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们有全备的爱为我们所预备。不如你的处境怎么样，你只要紧抓住它，你就要相信，你一定能够胜过一天的艰难。阿们。任何的挑战对我们来讲，都是与神更连结、更亲密的时刻，好不好？我们开口来祷告，为了你的家，为了你个人，为了我们的社会，为了我们的教会，好不好？我们开口，我们说主啊，主啊，3声以后，我们开口来祷告，按着神对你的感动，我们开口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赞美，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浇灌我们，让我们明白，主，我们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可以依然的安稳的站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随时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他有全备的爱为我们预备。主，谢谢你，让我们不足缺乏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当我们不愿意分享的时候，就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发现，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叫我们懂得领受你的爱，分享你的爱。主，我们把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都恭敬仰望你手中的。主，求你扶持，让我们站在哪里，哪里就成为蒙福之地；让我们站在哪里，就提起我们祷告的手，成为祝福的地方。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好，你丰盛应许在你，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不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我们也继续要为玉山神学院来祷告，好不好？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面对一个地震所带出的一些伤害，我们相信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众教会、众机构都能够协助来恢复，这是神所愿意乐见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也按照我们的感动，我们等一下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可以尽己力来成就神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为玉山神学院他们的老师、学生，他们的所有的需要，我们开口，我们说主啊，主啊，3声为他们来祝福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为玉山神学院，主啊，我们祈求你啊，你的大能大力运行在这其中，让所有的老师、院长、所有的执政人员，这一些的原职的人员，他们能够在那里看见神你的荣耀照耀，那里成为一个神祝福的、以分别为圣的地方。主，我们看见地震所带出的这些伤害，但是主，我们相信众教会有能力
我们把掌声、荣耀、颂赞都归给至高的真神。哈利路亚！唯他配的，唯有他配的。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我要与大家来分享圣经的经文，记载在诗篇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诗人在描述上帝带领的丰盛的时候，他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什么都有，也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很富有。因为出于我们人的软弱与欲望，我们往往都希望我们手中所掌握的一切都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且那个满足的时间是越快越好。这是我们软弱的地方。然而圣经提醒我们，当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致缺乏，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不足的，乃是有余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余，所以我们才能看见别人的需求、别人的需要，进而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来帮助别人，使别人得利益。在将近10年前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电视上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我们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先生，他捐了1000万元来赈灾。我那时候就在想，一个人究竟要赚多少钱，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来决定要捐献1000万？我当下我在想，我可能以我的能力，以我的心智，顶多可能就1万块吧。但是在那个当下，我也马上发现，虽然我的1万块比起1000万在金额上面来讲微不足道，然而那个甘心乐意的奉献的平安，以及愿意帮助人的那一个喜乐与满足却是同等的。在这个时刻，我发现透过奉献，透过服侍，透过帮助人，我居然与台湾首富站在同一个位置，瞬间我也成为了台湾的首富。我也才明白到，原来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丰盛，不是在于我们手中有多少的资产，乃在于我们心中有没有那不致缺乏的平安，那才是真正的丰盛有余，不缺乏才是真正的富足。弟兄姐妹们，基督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将加添给我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是永远信实可靠的，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愿神带领我们经历那不致缺乏的应允，也让我们更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见别人的需求，看见教会的需要，更多的看见玉山神学院的需要。我们也为了这一些来代祷来奉献。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带领我们走在命定的祝福的里面，让我们享受真正富足、充满平安的生命。以上分享，阿们。谢谢明谦长老精彩的分享。现在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到主世人桌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圣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
姐请起立。兄姐请坐，我们要请牧师来做事工分享。感谢主，今天透过武牧师在这里的分享，让我们有极大的领受恩典在当中。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再一次的感谢武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还有江长老，对不对？好，他还有江长老陪同，热烈的掌声！神也祝福在武牧师他们的教会上面。那我们也持续为我们的玉山神学院灾后的重建来代祷。好，那接下来感谢主，在昨天呢，我们的第2梯次总共有3部游览车步道旅游。有106位，然后呢有47位 best， 好，那这个是德和天下的有26位的新朋友哈。德和天下就是我们这一栋大楼的住户，好，我们第一次办跟这个大楼的住户呢，跟我们教会连结，然后呢，让他们也能够更多认识永光教会，也很乐意进到教会，因为教会提供很棒的活动，很棒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去处，可以在这里得到休息，也可以得到充电哈。好，所以这也是神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好，再来这是利纳牧区。他们有69位，所以呢，我们昨天这样3部游览车，那加上这些的 base 的70几位，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新朋友上面更多的接触。好，接下来，好，那这是我们的青少年青少年的7月的营会哈，我们再来看。我们青少年现在都进入到预备当中。在这个时代，青少年要连结于教会，他才会有出路。因为唯有在基督的爱里面、真理上面，他才能够走在一个祝福的道路上。所以牧师呢，非常的推荐，也鼓舞我们所有的家长们，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跟基督来连结，跟教会有一个串联的机会哈。好，感谢主。这是我们的这个礼拜的桌游，我们现在呢全面升级桌游幸福小组。很多的 base 的有很棒的回应，就是这个桌游呢这一套让他们感觉非常的有趣，而且都持续的回到小组里边。我们的幸福小组在上周这样子4周这样的一个统计，大概有106人次的base 的进来哈，感谢主。好，接下来，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一周的导读，我们都有持续在导读吗？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根基哦。好，我们一起来，这一次的主题是管教，我们一起来，请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都需要被管教。管教能训练我们去做正，阿们，
阿们。所以一个愿意被管教的人，他是神的灵在他的当中，阿们。好，接下来下个礼拜要特别来报告一下，下个礼拜呢是我们永光教会呢52周年，所以呢我们把3堂合并为1场的礼拜我们有联合大师班。联合大师班呢是小的我们的儿童牧区、青少年，还有我们的成人，所以呢我们3代呢联合大师班。那另外呢下个礼拜你会看到我们的长老呢，他们会在台上呢来接受牧师的专访采访他们要去分享他们在对于我们的教会整个的发展上面他们的见证，所以你一定要邀请你的组员贝斯朋友呢来到永光教会，我们来亲自经历领受神对永光教会也是对你的祝福。好，所以下个礼拜几点？礼拜10点好，再来。那我们的受洗的机会又来了，哇，好不容易等到了6月第1个礼拜，所以呢我们大概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们要赶快来报名，因为呢你报名之前呢我们需要上过基要真理课程，所以不要客气，受洗就不要客气了把握这个属天的一个最大的礼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的副长，我们的铁三角呢勇敢的来邀请我们的组员，我们的贝斯特能够来受洗领受这个属天永恒的祝福。好，再来。好，5班呢也在下期呢招生的时间我们也来看一下。那另外呢等一下结束之后呢，我们大师班在这边要来做一个为下个礼拜献诗，等一下要来做预备。好，那下午呢我们双和的创意节在823纪念公园，所以如果有空的人呢可以来到那边，我们的永光呢在那边有一个摊位，然后在那边要做青少年的宣传，那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到那里来彼此的鼓舞好，另外呢是我们儿童牧区的航海王，还有儿童的夏令营，我们来留意这个时间，那赶快的来报名。好，另外呢传道部就是我们的长职你在这的请举手一下，挥挥手。好，长职好。6月15号的大稻埕的训练我们来参加，还有今日呢有桌游的备课，另外呢儿牧呢他们在金句网的比赛好，接着好，另外呢恭喜我们的慧华在哪里？慧华有没有在？走掉了楼上服侍慧华执事呢他经历2年，然后呢在卓越领袖神学院来毕业，我们要恭喜他接下来的礼拜6是他的毕业典礼，时间如果可以的可以来观礼参加，在美和堂。好，另外呢接下来的礼拜6是不是秀莲牧区要出发出游5月25好，秀莲牧区，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牧区呢40个人呢能够把它都把它填满所以呢还有2个名额，这2个名额呢就在你的身上那我们他们有预备很好的行程来带我们出去欣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7个梯次的旅游那都在我们的周报当中，每一个景点都非常的棒，都是我们的铁三角同工自己牧区精心设计，非常的棒。我们昨天去了之后，真的每一个贝斯他们都称赞有加，我们的预备还有我们的次序都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每一场出游都是得胜的，阿们。每一次的出游我们都是卓越的，阿们。阿们好，感谢主。所以我们总共有9个梯次的出游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些的 base 可能会超过700个人的 base 好，所以上帝来祝福。好，接着好，那有这一本书这本书好为什么牧师要特别来稍微介绍一下呢？好，这一本书的插画呢跟整本书籍的设计是我们的米粒你看到的任何图都是米粒，这是5月才出版的有关于职场的工作者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买这本书是因为米粒他是插画者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捧场哈。里面也写得很不错哈。好，所以呢，有需要的来跟我们米粒呢来跟他登记一下。里面呢都非常多的插图，都是米粒的哈。好，也充满了他呢很多的神给他的创意哈。他把这里面呢把属灵的意象也放进来了哈，所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好，结束之后呢，再来跟米粒来联络哈。好，谢谢。好，再来。肢体上面呢，我们为须知哈，他是儿牧的孩子，为他的健康，还有小雨的父亲叶弟兄也为他们来祷告哈。我们常常纪念在身体软弱的人身上。好，再来。好，那有一个平安礼拜是在利安的家中哈。好，再来。好这一位我们在潘牧师的左手边这一位是利安的妈妈。那这个相片呢是去年呢我们有扩香石手做的时候她来参加。那在礼拜天上个礼拜是母亲节，那利安呢她从高雄回到台北，回到永光来参加母亲节的庆典，结束之后她回家陪伴妈妈过一个母亲节。那礼拜一呢利安就回到高雄。那没想到在礼拜二的晚上，妈妈呢突然间在客厅就倒下去。那因为在新庄呢只有妈妈跟爸爸一起住，所以呢妈妈在客厅上面呢倒下去，完全没有人知道。等爸爸从房间里边出来的时候妈妈已经送医院急救的时候就已经失去心跳。所以经过一个母亲节，就这样瞬间的妈妈就离开。所以真是在利安还有他的家人的身上，心里面充满了悲痛。所以经过牧师还有我们讨论之后，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家人，他们愿意用基督教的方式来送别他的母亲。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只有利安他来信主。经过一个母亲节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让利安有这样一个感受，他们的家里面的人都心里面一时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我们知道神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所以利安也在这几天当中领受到许多弟兄姐妹为他的祷告安慰，还有我们的同工有好几位都到他家里面去陪伴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说他也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与哀伤的人同哀伤。求神也在这个家庭当中带来更大的安慰鼓舞。重要的是这个家人全然的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阿们吗？他的弟弟、他的姐姐、他的爸爸，他们没有来过我们的教会，但是当我们去他们家安慰祷告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得安慰得平安。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因为你有爱，很自然的你就能够散发爱出去。好，所以呢利安的妈妈是数月姐妹，在528礼拜二上午的9点，在二滨要举办告别礼拜。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时间可以的，这一天是上班时间，那如果你时间上可以的，也欢迎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参加，来支持这个家庭，来安慰这个家庭。阿们吗？阿们，感谢主。好，再来。好，那这个时候，好，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朋友一下。好，青雨是不是？青雨这一位是米粒的朋友。好，非常的欢迎，非常的欢迎。这个名字有出来吗？没有。好，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上帝也大大祝福你好，在不论你的工作在哪里，神的灵都与你同在好，我们在座还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还有吗？是 OK。好，那如果呢你是新的朋友，我们还没介绍过你的，你也可以站起来一下，有吗？好，那我们要热情的彼此来祝福了，大家都认识了，就更热情了。好，大家请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好，我们的青雨呢，我们的关怀部呢，要来送一个礼物给你来。
们请我们的牧师来祝福的祷告。愿耶稣基督无比的救恩，上帝满满的慈爱，圣灵的引导，让你们每天活在主的爱中，也成为主最美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上帝祝福你们，也祝福在直播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个礼拜10点见，大家请坐。